之前那個孟賢吶，還在的時候，不是還在他怎麼了？還在小琉球的時候，還在節目的時候啦，在我們節目的時候。他就很喜歡這首歌，因為我那時候就在那個，我記得那個大放點假之後，我去那邊巴布亚运動大的時候，我有一點那個颱風我就在那個 7-11， 因為我們被那個颱風就是好像就滯留了，沒有傳出好，然後我們就是3天的時間，哇，我們那個盤纏吶，這個團費都沒有了嘛，然後我們就只能吃泡麵，然後我們就到那邊的 7-11 吃泡麵，對，那時候 7-11 很小。裡面沒有像現在有那個桌子，那情人桌那種的桌子，我們就泡面拿的就蹲在那個屋檐下面那個屋檐很不大嘛，對然後呢，我们一面吃，然後那個雨水不是從那個屋頂那麼滴下，一直幫你們加湯，對自動給我們加湯呢，越吃越大碗。那時候孟賢跟他同學就在那個門口這樣看到。哇，他們不是都很有錢嗎？吃泡麵的。孟賢那時候看到你有投錢嗎？沒有啦。結果後來他為什麼知道？因為他有那個我們那個錄影的時候有錄到嘛。他跟同學2個在旁邊這樣。有錄到陳孟賢哦。有啦，是他傳給我的。對，哇，貴代誌啊。珍貴史料。